主席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老挝部长会议主席、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凯山奉维汉。邓小平说，中国从来都认为最终要同越南改善关系，现在只要越南从柬埔寨干干净净的撤军，别的都不提了。邓小平说，中国和苏联已经实现了关系正常化，同老挝也恢复了关系，现在就剩下一个越南了。越南提出要尽快同中国改善关系，我们是愿意的。但是越南只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从柬埔寨撤军。越南做了这件事之后，我们才能说结束过去。凯山向邓小平介绍了老挝国内改革和逐步对外开放的情况。邓小平说，路总是要自己走的，中国有些经验在中国行得通，在老挝则不行。最主要的经验是要同